第一个节目，为各位带来祭枪的仪式。庐山道是不顺。热鼓励，掌声鼓励，好吧，谢谢，用力的拍手，谢谢，唱起来很沉默，需要各位来宾的掌声，谢谢。这个都是大老板都百忙之中能够抽空到这边来参加这个活动，他们都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白天工作，晚上要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为了我们原住民布农族传承的文化，非常的努力。没关系，再拿一瓶过来。那个，因为我们主线好像。快走！再拿一瓶，快点！谢谢平安，谢谢平安。Ya be, mahal pas tu mana? Bantu kata apa? Apa? Kata Baita bisa menunjuknya, ano? Manuplasan kata temaniamen, saya beda. Misalnya na, lapas-pasan na kita busulan, diskusian, mahtom, mastas, siliendo sigura-gura mania, inano? Ungay, nakikap kata, lapas-pas minta to. Siapa?
他除了祭香仪式完了以后，他就要开始。Mahaitas to, tesisan, ay, kanana, opa, namanya singkatan ay. Kanana kami na nita mamanga na espesyal, ay masutan, sila. Mat dasa ba, ay namu mamanga na aswa, kasi jangan masih selamat. Malus bila, ada kamu deh, nama nimur taso isiukaman. Kenapa mes muai balik? Si Mamando, dato kemana-mana. Saya buka awal, siapa berumah? Go! 现在刚才祭香仪式完毕以后，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他就是把这个分配工作，然后就是要准备拿那个枪，所有的枪，还有所有的工具。如果你有带肋狗或者是扑果那个狗的话，都要带上去。他们现在准备这个已经达到内务了，要都是非常传承。你把金鲁巴了，大意就是现在他们已经总列务各族群了，各族群的那个唱法都不一样。现在是用打官话的唱那个马金鲁巴，唱那歌声好像听起来好像打到很多猎物，妇女们也是去迎接帮忙飞了在对面的山这个勇士打到内务以后就一个船这个有这个妇女们才听到，负责要接他的这个勇士首先我们掌声一下，现在仰慕已久、期待已久的八部合音在展现各位，好不好？谢谢。这就是布农族延民海外的这个古里中外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历史气彩的那个歌声八部合音，布农族族语叫巴西棍棍，蛮多外地现在不是八部，是巴西棍棍。这个举世闻名，虽然布农族族群身材短小精干，但是天主只给我们漂亮的肤色，一切荣耀归于请各位嘉宾长官，请仔细聆听。有没有听到风的声音？有没有意会到虫鸣叫的声音？还有山谷回响的声音，还有以及各种动物的声音。
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非常的好，谢谢。有风有雨有山有水，非常令人动人的事情啊！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声音。啊，这个安可我们好像没办法，不录就没办法安可。没有。啊，现在就是要把所有的内容你所答出来的内容啊，都一一呈现。布农族人在交际活动中，布农族人喜欢自我推荐给其他人认识，在自我介绍过程中，内容包括情绪、事实、目前勇士们啊，他不好意思讲的太夸大一点了，这样的话显得比较保守一点。干嘛？不干嘛？这个勇士啊，作为一个他的母亲，因为我们都亲父姓嘛，不了解他母亲，对母亲的姓啊，不要想说妈妈，一般来讲，知道妈妈以后就知道妈妈的差异啊，什么东西，亲戚朋友不能沟通，那都是有禁忌的。
来宾请掌声鼓励一下，谢谢，非常的卖力。现在要接下来就做饮酒歌，这个就是庆祝完了，其实也自己来讲是非常的庆幸。非常的高兴，我们今天所有的布农族在即将各位来宾，你会唱，举起来没关系，非常感谢，请掌声，热烈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谢谢，非常谢谢各位，百无一见。各位来宾啊，都那么小害羞，不会去唱。